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来参加到93军人节的表扬活动，颁奖予国军楷模甲团体。总统来感谢到国军守护家园的辛劳，嘛来强调讲，伊会甲国军永远来徛做伙。海军的舰指部嘛推出着影片来展现因训练的成果。 无眠无日保护海疆安全，官兵全神贯注迎接各种的训练加战备任务。海军舰指部伫93军人节前推出全新的形象影片，要向国人保证全力保卫国家甲人民安全。总统蔡英文嘛亲身表扬国军的模范。 今年总共颁发5大类169个奖项，并且头一摆将后备辅导干部列为评选的对象。疫情期间真辛苦的陆军团33化兵群前4年嘛得奖。背负着重达35公斤的消毒器，在深夜里执行任务。今年2月我看他们的时候，虽然天气还算凉爽，但全套防护衣装备之下，还是汗流浃背，真的很辛苦。 总统感谢所有国军官兵的辛苦，更加强调，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会和国军官兵站在一起，共同打拼，守护家园。中华民国国军加油！替国军加油！蔡总统再次坚定表现三军统帅形象甲立场。